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昨夜班各地有几多位庆祝活动，今年本年先做客家中12大节庆，其中一day嘅龙潭迎财神，结合嘅迎古董，而这个呈现出创造龙潭过年热闹的气氛。龙潭嘅龙阳宫系当地嘅信仰中心，有191年历史嘅，主要系奉祀神农大帝、五谷爷，里面也奉祀财神爷。昨夜班系补财运的日的，苗航路线的一日迎财神。上座龙潭的街路巷系本做上街下街，头班木马五路快通，故所上街下街的乡亲为提供人到田传日一个期间，相互用对家人的名诶爱好也到做一道考试意思的陶器来迎接。两片的人都安尼相比，真系奇妙喎。不过呢，后来停办了50-60年。也很多年来，能有上过在过来攀起来，让后生人有机会认识自家家乡的文化。敲响开路锣。锣鼓铿铿锵锵，巨炮上冇听过，台马情感养心吹五出发嘞。田径上台子，杨柳大师，高田来嘅热情，留嚟看嘅民众，留流汤讲到公园唔得。所有龙潭人都當歡喜，帶咗當歡喜嘅心情來參加呢隻活動，帶通了地方上嘅繁榮。大年初天闹熱的哈，大家都慶本陽。今天是我们1年1度的元宵庆典活动，然后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庙宇啊。协助龙员工一起来办这样热闹的活动。那我每年因为现在祭典越来越少，我都会带着小孩回来娘家看看这些庆典活动。龍眼宮係新嘅一班人嘅喜嘢，佢既然是社會個玫瑰喜事擺，係地方嘅信仰中心，主要服侍神農大帝。100公年前啊，龍潭啊，嘅百姓啊，可以講全部係務農嘅，全部唔係種茶就種田，所以咁我就。是啦，龍眼宮以後所謂服侍五國爺。小姐看啊，龍眼宮嘅神農大帝，可以來老是辦嘅冇嘛強肉。迄邊五國爺全部半路查嘅賣水嘅，嗱五國爺，迄就係人，佢做到人算皇帝啊，五國神農大帝啊，所以叫官府，嗱啲五國爺係做官府嘅。農業時代，神農大帝對農民來講都重要，無論大大細細嘅事情都會去求。上早日落唔發談，人唔暢快，咪會去求咗錢。我咪求了佢我哋鐵技術嘅，技術嘅機器來，到人哋邊漢藥店，佢都有千多間漢藥店啊，漢藥店全部有了五國爺嘅藥錢嘅樹，求到教樹嘅，然後漢藥店講。醫術嘅甜嘅教書嘅藥嘅樣本，呢就農民式啦。雖然兩下是幾冇用做呢，不過兩留下來嘅老文化，咪見住嚟農民就幾幸福，佢就是五國人。祖先係侍奉五國人，必神係因為文昌帝君，韓國媽祖廟，在民國85年以後，因為龍潭工商變較發達咧，個前祖譬如講晚上就服侍人哋財神爺，一般年少時睇講補財運嘅日嚟，所以就全部都對年少節嘅日嚟迎財神。日石頭啊，因係用茶嘅油裝。幾隻龍潭旗啊，因去對聯啊，佢暗部頭嘅部分啊，主要動腦嘅襯頭啊，有像大師嘅龍啊，還有動到動線嘅了就後生嘅做教嘅襯頭啊，暗部頭我就主要用行嘅出順嘅有文財神、武財神，還有這個龍眼宮啊，供奉嘅主神五國爺也有向出。恭喜快樂，新年快樂哦！好一點，剩最後一個。好，謝謝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謝謝，大家謝謝啊！這是發財金，這是錢母，要
民众可以拿他身上的零钱来跟他换钱母，然后帮助他一年可以钱越来越滚越多。最新拉嘅發吹金，大家從另外兩下半就本應問題咧，係能讓最新大概喺10年前展開時，希望下到鄉親來分享福氣。龍員工感覺講，地方嘅元宵節嘅氛圍啊，吼，呢個氣氛啊，吼，越來越少啊，吼。故說啊，吼，管委會就想到要用一隻盤辦啦，吼，迄咩辦一隻又讓宗教信仰有關係發通啦，吼，去本龍潭所有嘅鄉親啦，吼，大家做得做元宵節啦，鄉下來釣鬧嘅。喺那處理呢世界，那啲群人都嚟緊武漢準備提議一間養古董，養解就行。等下入去要熬落去，唔要搭落去張最甜，蒙打正面他看唔到，金桃線。對了，不必太開金頭啦。立法部還有去年紅嘅時接下來特地解決嘅紅就算調變，每屆強勢民眾連做貴嘅衫，杜老紅前面呢踩到包包。也有冇愛嘅民眾啊哈，哎，就嘟好拿來又空食哈，就嘟好拿來吃做款啊，哎沒做的哈，哎，家啲嘅人也客家發布落去哈，哎，做起來呢很可愛就係。啊，頭前還有用蓬蓬嘅。佢講嘢按到態度怪啊。做到東牆嘅怪個頭是係用奶做出去嘅，在嗰個住落去做出來嘅。因為是採接一喜氣的活動，我們當然會增加很多的一些比較喜氣、俏皮的元素。啊，比方說青蛙的話，我們會增加一個心形啊，或者愛心啊，弄個假睫毛。做呢啲東西都好時好講，就拄到寒流落水，但係十兩日冇個長走，長上色嚟的，還有啲難為之計養古董嘅主題，但挑中嘅可以來都冇空容。有的羊的眼睛在流眼淚，哦，有的羊哈有包紮有受傷哈，那有的羊的眼睛是有個愛心圖，好，然後有一隻羊是感冒的，是流鼻涕的，好，所以很多就是很俏皮的畫面都會在裡面。這個是光碟片，哦，這是不要用的光碟片，然後這個也是用就不要的那個竹掃把的那個來弄的，哎，所以是，弄得很可愛，而且很有喜氣，這樣子。養古董係日本時代開始嘅，對現場時頭以前養到天出熱，幫每件會賺來做天鐵，功夫過後就再高盤。因為呢度客家人講金神節嘅東西啊，做那古董啦，吼，即係嗰個人咧通常哎金神節要家家人要冇按古董。介料是兩探界行係用體質是從順後嘅紅鵝嚟搬做上街下街，上下街嘅人個個做嚟不路中後條腰掉蛤蟆，暫見是嚟條暗指妙意嘅東西，來地街路紅樣本大家看，來相互收納取笑。上街有個人上到都怪怪嘅，嗬，一個像蛤蟆，嗬，佢哋就做一隻蛤蟆，嗬，啊做一個人，嗬，做手藝的拿去雕嘅。去了茶檔做一隻蛤蟆雕，就送去遊街，滿路正行就正講釣蛤蟆哦，釣蛤蟆哦。上街人煙行到嚟都會釣，未做嚟後條腰都多轉移，下街要做嚟不路肉，女小上街之界上肉嘅妙言。不路樣啊，不路樣做出來落去嘅，遊街咯，遊街佢咩用蝦咩哦。哦，一條不路樣嘅食材不路哦，啊，做乜嘅事情做我做，唔看看你嘅一樣嘅要搶喎。除咗用表裏表示，一直到民國42年，搞嚟搞去都差唔多，未冇乜因為搞嚟，韓國為咗什麼水庫，當到向前老先去提數，所以養古董嘅法圖從冇盤嚟。我發60歲看到差唔多，加30歲以後就冇嘅。最後一擺吼，因為下幾個年紀，13幾個年教，來教了吼，佢就用一台單車，綁隻風爐，綁隻膊頭，切條菜頭落去吼，就講啊就盆菜頭硬攝，冇綁水硬攝上幾
上几个人呢，老去变啦，啊，结果这摆都没变上，上几个人呢没有去理他哈，所以这摆就没上，就讲的是说才都来就唔错。换动作。龙潭人保每每除了从两边的留研究所派嘅发图后，一直到了安东年，早就开始养孤独，含家的现代元素发展出各种有创意嘅主题，为老娘催生结合穷下，系龙潭今年一百个大庆典。今年我参加队伍吼，有我嘅青蛙、蛤蟆哈，个还有我嘅不如鸟，还个我哋嘅森巴鼓队。等我哋那森巴鼓队呢，因为佢人工也系外国嘅音乐哈，可是我哋老人客家法布哈融合落来哈，要做代表係我哋團隊客家嘅文化。先把鼓吹主掉下馬落步路中大頭，當日起如發地，向大家注意，未從嚟為老基調窮下協商。一個很熱鬧嘉年華，所以大家都很高興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。我們用這個雖然是很冷的天，但是我們用很熱情的心來鼓舞大家。發布媽媽當年前離開跳舞，小朋友從客家足球、客家舞起哩到努力投進群舞，還有身心障礙嘅小朋友，為為到進步呢個法圖練習的動搖。那我們帶他出來啊，他將來可以跟外面人可以接觸。這個機器人會跳我們的財神爺舞，各位。係那啲加入3D 列演出了嘅最新嘅戲劇，配合音樂，還會跳最新舞。跳舞的部分，我們是用配合這次的。我們戰鼓隊的衣服的音樂，然後去設計它的動作，然後讓它看起來會很活潑，像劈腿啊、揮手，還是說有一個拉臉的動作。龍潭日沙沙點出本地，從兩腿風鋪馬叉，出係如自然會數類嘅材料作為，小朋友湊啲蛋糕，笑到嘴都喊唔笑。假如說經過的爸爸媽媽看到小朋友的話，其實都可以上我們的南瓜車，跟我們一起同樂，跟我們一起快樂。這個團隊是我爸爸就是一個他成立的一個惜福站，然後他就想要借由這次的活動，讓那個廢物再生，可以讓大家重視，然後就不要太浪費東西。我們利用有限的資源，做這個馬，帶着這個南瓜，希望有一個女主角上來，下去的時候不小心掉了一個鞋子，我們再來找她。馬車咪係因為嘅，攞幾盤子盤過，國家等跳得群將，本單橋嘅東西變全冇強弱。像這個，它會用管束一個一個慢慢拉，然後盡量把它拉撐拉漂亮。那下次這個燈條有可能在別的地方也是有別的作用的時候，還可以再度使用，那就不會說變成資源好像一直在浪費。有一個體型跟一個讓人家覺得很可愛，坐到裡面很舒服，很像公主王子的感覺，所以我們就把它加了非常非常的多的花。喺那裡跳馬，無線係寫宣官，每係派ran杆，就只係會數類嘅東西。這是我們這個水桶，然後鼻子孔就是用避震器來切這一個角形，這個，然後變成說像眼睛就是一個軸承，然後我們這種像耳朵，像它這個就是我們犁田的一個腳架。中國現兩公婆都唔係客家，唔過當勞兒來參加客家法團。因為我們在一個客家村，其實我們已經算是客家人，只是說想要更融入在一個客家的活動裡面。願意加入我們的，我們也可以一起來同的這樣子，不分族群，不分族群，對。像現在台灣呢，有很多文化跟傳統，它是已經逐漸在消失的了，包括我們的廟宇文化啊，或是一些客家或是閩南的文化。所以我覺得，如果傳承給年輕人，然後年輕人願意繼續走下去的話，我覺得可以邁向就是傳承跟那個傳承跟創新兩個可以結合在一起，然後讓台灣的文化更多元、更豐富。今
结合中國信仰立面建議全野島，用探人吹絲人古都，本大家在個看到上早先長樹頭就見能人哋，路住本意未以路頭擺，後生意未做機會了解設計家鄉，地線書台，留傳統文化繼續下去。